係1啊，係4啊。熱晒㗎啦，4。好，你一開集手錶之星同德威啊，3字殿後係嗰隻沙張奇星嚟㗎，奇星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放咗出嚟跑係聖多多喎，跟住喺第2位就包裝戰將啊，海南寶第3埋邊，第4係辣得準啊，等入邊嘅馬紅衫嘅自動自覺手錶之星攞出去中外檔，咁啊見到有海南寶啦，咁啊同埋加州勇勝啦，出邊啊加州星號啊，同德威大外檔咧就呢隻咧就金梅千歲啊。好啦，最後100零米啦。包裝戰將係佔先嘅，辣得準，逐步追緊佢啊！後邊嘅馬手錶之星中檔追咧，最出衝上嚟，仲有隻金梅千歲啊！最後100米到，包裝戰將依然係佔先半個3米，辣得準住逼住緊㗎啦！終點嗰步，包裝戰將一出即勝啊！辣得準第2、第3名嘅馬啦，就係嗰隻手錶之星。至於第4名近嘅喎，埋邊聖多多11號有啲乏力㗎啦，紅衫中檔自動自覺追啲。出邊做一隻金梅千歲影相爭第4，呢組賽事夜馬係嗰隻包裝戰將，一出即刻贏啦，不負眾望啊！4號嘅包裝戰將勝出今組賽事。